民政總署計劃喺筷子基北灣建造污水截流渠，將排入雨水管網嘅北灣污水引入截流渠，解決水質污染問題。但有坊會就認為整治嘅進度緩慢，希望有關部門唔好一拖再拖。梁安琪報導。筷子基北灣水質污染問題一直困擾居民，每當潮退嘅時候，底部污泥傳出陣陣臭味。多個坊會早前展開嘅一個調查，訪問咗500位市民，80%以上嘅人都認為筷子基北灣避風塘污染情況嚴重，更加有少數人受傳出嘅臭味影響，需要長期閂窗。4個坊會合辦西北區環境整治論壇，探討解決鴨涌河同筷子基北灣避風塘嘅整治問題。雖然民署正計劃建造污水截流渠，將排入雨水管網嘅北灣污水引入截流渠，解決污染問題。不過坊會就認為有關嘅整治進度緩慢。我諗就唔係佢冇心，政府部人有心，但係我呢個流程呢就好慢，包括咗佢覆一啲嘢呢都比較慢嘅。咁我相信呢就呢點呢就係頭先講，希望行政改革嗰方面呢加速回應市民，就希望大家講唔好再紙上談兵啦。楊斗威又話，目前珠澳正合作整治鴨涌河，而當局計劃成立跨部門跟進小組。坊會認為可以喺呢個基礎上，等跟進小組一齊處理筷子基北灣污水問題。佢亦都建議當局重整區內排污網，研究接駁青洲污水處理廠統一處理。參與論壇嘅民署道路渠務部代表向居民講解處理北灣污水工程嘅構想，現階段正同顧問公司設計圖則，預計下半年或者係明年初動工。至於環保局嘅代表就話，當局已經喺北灣設置自動水質監測站，當水質污染超標，系統會啟動應急機制，有助部門第一時間控制水質污染。澳門電視台記者梁安琪報導。